品仲心情點樣？嚟到呢度好開心，好好玩嘅，感覺點啊？好好睇，大唔大啊？好大，有冇興趣喺度想呢度踢波啊？有啊，我都想嚟踢波啊！但係今次嚟到啟德主場館，我哋並唔係嚟踢波，係嚟踢館。究竟啟德主場館有啲咩神秘地方？同大家直擊報導。本節目由 CSD 探索部隊提供。終於嚟到啟德主場館，面對住咁獨特外形嘅建築物，同學們第一個反應係啲咩呢？咦，又真係幾大喎！請注意啦，本節目並沒有任何贊助商贊助播出。雖然呢段片會經常見到呢一間銀行嘅 logo。哇，咁鬼大！入到去入邊仲大啊！一嚟到，我哋先參觀一個展覽館。照計1998年啟德機場關閉嗰一陣，你哋應該未出世嘅喎，咁都知，證明真係做晒功課先嚟嘅吓。聽完咁多啟德嘅歷史同埋資訊之後，大家準備集合出發，進入主場館嘅內部，究竟入邊係點嘅呢？好老實講，我自己都係第一次嚟呢一度嘅咋。終於入到嚟呢個可以坐滿5萬人嘅主場館啊！聽到咧同學們嘅哇聲都知道咧嗰種震撼性係幾大啊！你又有啲咩感覺呢？我哋而家身處緊喺主場館嘅5樓，扎下懷念，記住美妙，影張靚相先。咦？點解有港鐵標誌喺度嘅？其實大家而家身處緊係3樓嘅貴賓層啊！咁啊，呢度好多包廂，一啲可以咁講嘅房間啦。其實俾大企業咧，全部都已經租用晒噶啦。我哋好慶幸今次咧係特別能夠安排我哋嚟到呢一個其中一個包廂，欣賞入邊嘅一個嘅設施，同埋咧由包廂望出去個球場景色嘅。咁啊，相信我咧可能未來都未必有機會再入嚟呢一度噶啦。落到嚟3樓。咁啊，見到一大片嘅落地玻璃，咁啊，呢個地方非常之正。究竟落地玻璃出邊係咩地方呢？一睇原來係維多利亞港嘅景色，可以見到咧，同學們都非常之有興趣。去到咁靚嘅地方，當然我哋都唔執輸，影翻張靚相先。影一個可。大佬梗係問準咗先嚟更衣室拍攝啦，所以同我放心啦，絕對冇問題啊！好啦，嚟到呢一個呢係主場館嘅其中一個更衣室，亦都係20個更衣室嘅其中一個。咁就中間個鐵閘呢，其實打開去呢就會同另一個更衣室就係連接嘅。咁啊，呢一個更衣室顧名思義係俾球員呢係進行換衫啦。另外呢亦都俾一啲嘅教練啊、運動員之間呢進行一個戰術上嘅商討啊，甚至呢可能俾運動員進行一個舒展嘅運動嘅。好啦，咁啊，接住落嚟咧，我哋咧就沿住呢一個嘅球員通道咧，正式係踩草地啦。真係咧可以幻想下咧，如果你係一個運動員踏入呢一個嘅主場館時候，感覺係點嘅咧？老實講，我相信我人生應該再冇其他機會咧，好似咁樣咧，係落到嚟咧，係感受下呢個球場。咁啊，見到咧就係以往可能一啲嘅球賽嘅一啲嘅後備席啦。咁啊，真係講真，我自己咧真係未試過坐過任何一個球場嘅一啲後備席。咁啊，今次真係可以感受一下啦。咁啊，呢個角度睇球場咧，會更加震撼，亦都係從一個咧就係後備球員嘅視角睇下現場嘅情況，又係有啲咩感覺咧咁樣。影埋呢一張相，今日嘅活動接近尾聲啦。期待下一次再同大家探索香港。